真係想爆粗啊！腸子啊！大家呢排有冇去香港啲茶樓飲茶？如果未去，我勸你真係要摸清個荷包先好入去，因為而家喺香港飲茶，簡直就係一場對消費者嘅劏客大屠殺。以前我哋講起飲茶，係一件好治愈、好基層、好有街坊情懷嘅事，一個禮拜去足7日都唔肉赤。但係而家，入到去簡直好似入咗黑店咁，樣樣都要計，樣樣都貴到離晒譜。最過分嘅係，最近竟然有茶樓推出一條令人眼火爆嘅新規定，就係如果你唔肯同人搭台，你嘅茶錢就要收貴1倍。你冇聽錯，真係貴1倍啊！呢種做法簡直係將香港人最後一點生活享受都榨乾榨淨。難怪啲老茶客一講起就搖頭嘆氣，痛心疾首咁話呢啲無良商家根本就係逼走香港人，將大家推晒上去深圳消費。我哋今日就嚟好好參詳下呢個現象，睇下香港嘅飲茶文化到底點樣一步一步走向自我毀滅。話說前幾日我同一班朋友諗住朝早去聚下舊，去咗一間喺旺角區算係幾有名氣嘅老牌大茶樓。去到門口，已經見到個知客塊面黑過快炭，好似我哋爭佢幾百萬咁樣。入到去，明明大把空台，我哋3個人想坐一張普通嘅4人台，貪佢坐得舒服少少，可以傾下偈。點知個部長行埋嚟，用一種極度唔耐煩嘅語氣同我哋講，話如果我哋堅持要獨享呢張台，唔接受同陌生人搭台嘅話，每位嘅茶位費就要由原本嘅15蚊，即時加到去30蚊。我當時真係成個人呆咗，以為自己聽錯。我問個部長，點解唔搭台要收貴1倍茶錢啊？佢竟然理直氣壯咁同我講，話因為我哋霸多咗個位，茶樓要補償營業額損失。大家聽下，呢啲係人講嘅說話咩？我嚟幫襯你，俾錢食嘢，我想要基本嘅私隱同舒適度，竟然要變成一種罪名，要俾罰款。呢種變相加價、強制搭台嘅做法，簡直就係將香港人當成水魚咁嚟劏。你想下，3個人飲茶，單係茶錢一坐低就已經要90蚊，呢個都未計加一服務費，未計嗰啲強行菜俾你嘅花生、酸菜、小菜。呢啲花生酸菜仲搞笑，你完全冇嗌過，佢一擺低就要收你30幾蚊，你想叫佢攞走，佢會用一種好鄙視嘅眼神望住你。話呢個係規矩，無得退。結果我哋連一個點心都未嗌，一開單就已經冇咗100幾200蚊。呢個唔係劏客大屠殺係咩啊？以前我哋香港人最講求靈活，講求人情味。搭台呢件事，如果真係人多，要排長龍，大家互相遷就下，一齊坐埋一邊，飲啖茶食個包，其實冇所謂。但係而家係茶樓喺制度上，再明再暗咁去逼你。利用高昂嘅差價嚟恐嚇你，一係你就同陌生人貼住坐，連講句私事都驚俾隔籬聽見；一係你就乖乖地放低雙倍茶錢。呢種完全失去咗人性化，淨係識得向錢看嘅經營手法，真係令人極度反感。講到呢度，我就諗起我認識嘅一位老茶客陳伯。陳伯今年已經高齡85歲啦，佢由1960年代開始，就養成咗每日朝早去茶樓飲早茶嘅習慣。佢可以話係見證住香港茶樓文化起伏興衰嘅活字典。陳伯同我講，佢後生嗰陣，即係1970年代、1980年代嗰個黃金時期，去茶樓飲茶係一種好崇高但又好親民嘅享受。嗰陣時嘅茶樓，開門做生意最講求嘅係街坊情懷，伙計同熟客之間好似屋企人啖樣。陳伯話，以前你一入到去，伙計就會好親切咁叫你聲陳生，自動波幫你沖好你飲開嘅普洱，仲會同你吹兩句水，問下你屋企人點啊，身體點啊咁。嗰陣時嘅點心係用點心車推包、推燒賣，熱辣辣、香噴噴，每件點心都係師傅喺後面廚房即做即蒸，充滿住誠意同手藝。但係陳伯話，自從進入咗2000年代，特別係近年來，香港嘅茶樓完全變晒質，以前嘅人情味冇晒，換嚟嘅係冷冰冰嘅二維碼數碼點餐。你想揾個伙計幫你加下水，嗌咗10次都冇人理你，
每個人都行色匆匆，塊面繃緊到好似全世界都憎佢錢咁。而最令陳伯心痛嘅，就係點心質素嘅直線下降。而家香港大部分茶樓嘅點心已經唔再係師傅親手做嘅啦，全部都係由中央廚房或者內地工廠大批量生產嘅急凍點心。去到茶樓，廚房伙計只不過係將啲急凍燒賣、急凍蝦餃放落蒸籠裏面，用大火叮熟或者蒸熱就攞出嚟賣。陳伯話：以前啲蝦餃皮薄餡靚，入面嘅蝦肉爽口彈牙，仲有鮮甜嘅肉汁。而家啲蝦餃個皮厚到好似粉皮咁，咬落去黐牙，入面隻蝦死實實，完全冇晒鮮味。最過分嘅係，一籠4隻淡樣嘅劣質蝦餃，竟然要收你50幾、60蚊。陳伯一邊搖頭，一邊好無奈咁同我講，話佢活到85歲，從來未見過香港嘅飲食業變得咁樣功利，咁樣醜陋。佢話呢啲茶樓為咗賺盡每一分錢，不斷提高收費，但係服務同食物質素就一落千丈，直情係逼走緊佢哋呢班飲咗大半輩子茶嘅老香港人。當香港嘅茶樓將自己條路越行越窄，將客人越推越遠嘅時候，我哋將視線移向一河之隔嘅深圳，你就真係會感受到咩叫天堂同地獄嘅對比。呢2年，即係由2024年到而家2026本地年，香港人北上消費嘅趨勢簡直係一浪接一浪，好似海嘯咁樣。每個週末，羅湖、落馬洲、深圳灣口岸都擠滿咗香港人。點解大家要放假山長水遠、長途跋涉咁上去深圳？咪就係因為喺香港消費受盡屈辱，俾人劏到一頸血咯。你試下喺星期6日上去深圳嘅大型茶樓，例如陶陶居、點都德、飯樓呢啲大家耳熟能詳嘅名店，一對比之下，你就會明白點解香港人會集體拋棄本地茶樓。首先講環境，深圳嘅茶樓多數開喺大型商場或者獨立嘅古典風格建築入面，裝修美輪美奐，古香古色，空間感大到不得了。最重要嘅係，人哋根本就冇搭台呢個概念。你就算係2個人去，人哋都會俾一張闊落嘅4人台你，甚至係一個獨立嘅小卡座。你可以舒舒服服啖坐喺度，同朋友家人輕輕鬆鬆咁傾偈，唔使擔心好似香港咁背脊貼背脊，隔籬阿叔大聲講嘢，啲口水飛過嚟你塊面度。人哋嘅台同台之間有足夠嘅距離，充分尊重每位食客嘅私隱同舒適度。再講服務，人哋深圳茶樓嘅服務態度真係好到可以令香港啲黑面伙計羞愧到無地自容。一入到去，服務員就會好有禮貌咁對你笑，仲會主動問你想飲咩茶。喺深圳飲茶，好多時人哋每一張台都會配置一套精緻嘅功夫茶具，由服務員現場幫你洗杯、沖茶，或者由你自己一邊傾偈一邊慢慢品茶。最窩心嘅係，人哋嘅茶費合情合理，一般都係幾蚊到10幾蚊人民幣一位，絕對唔會因為你唔搭台就恐嚇你要收雙倍。喺成個用餐過程當中，服務員會經常留意你個茶壺有冇水，主動過嚟幫你加水，而且態度真係發自內心嘅客氣，絕對唔會好似香港啲茶樓咁，你想加個水，要好似做賊咁偷偷摸摸攔截個伙計，仲要承受佢個極度不滿嘅眼神。最核心嘅食物質素，深圳茶樓更加係將香港甩出幾條街。喺深圳，大部分有名氣嘅茶樓都堅持要即點即做，手工現製。你透過佢哋嗰個全透明嘅玻璃開放式廚房，可以清清楚楚咁見到一班20幾歲、30幾歲嘅年輕點心師傅，着住乾乾淨淨嘅廚師袍，戴住口罩喺度即時包蝦餃、拉腸粉、揉麵團。因為係即點即蒸，所以啲點心一上台嗰陣，真係煙霧彌漫，熱氣騰騰。你食一啖人哋嘅手工蝦餃，個皮晶瑩剔透又帶點韌性，入面嘅蝦仁大隻、新鮮、爽甜，仲有鮮美嘅高湯湧出嚟。人哋嘅紅米腸粉、金沙海蝦紅米腸，層次分明，外面滑溜，中間香脆，最入面嘅蝦肉鮮嫩，簡直係味覺嘅極致享受。而且最震撼嘅係咩？係價錢啊！喺深圳咁樣高質素、全手工製作嘅點心，一籠可能只需要20幾到30幾蚊人民幣。
我哋折返做港幣，三四個人喺深圳食到捧住個肚行，叫到成張台都係點心，買單可能都只不過係200-300蚊港幣。如果同樣嘅點心數量同質量擺喺香港，我同你講，無700-800蚊港幣你休想行得出間茶樓門口。呢個咪就係所謂嘅天堂與地獄咯。面對住深圳咁樣強大嘅競爭，香港嘅飲食業老闆們到底喺度做緊咩呢？佢哋唔係去反思自己嘅食物質素點解退步，唔係去檢討自己嘅服務態度點解淡差，反而係一邊向傳媒哭訴話生意難做，香港人唔支持本地經濟，另一邊就繼續變本加厲咁諗計去壓榨留低嘅香港人。呢個唔搭台茶錢貴1倍嘅政策，正正就是這種賺到盡、短視近利嘅畸形心態之下產生的產物。佢哋覺得，反正而家留港消費嘅人都少咗，為咗維持以前嘅利潤，佢哋唯有喺每一個留低嘅客身上刮多幾刀。但係呢班老闆有冇用佢哋個腦諗下？你咁樣做，只會加速自己嘅滅亡。消費者唔係傻嘅，香港人更加唔係開善堂嘅。當大家發現留喺香港飲茶要俾人當成水魚啖湯，要受盡面色，仲要食物質素差嘅時候，大家只會更加堅定啖啖埋心水，每逢週末就上去深圳消費。好多人成日話，香港飲食業之所以要收得咁貴，係因為香港嘅租金高企，人工昂貴，係被逼無奈嘅。我承認，香港嘅鋪租同勞工成本確實係高。但係呢個絕對唔能夠成為你提供劣質食物同惡劣服務嘅藉口。如果因為租金貴、人工貴，你就要將茶錢加倍，你就要用急凍點心頂替手工點心，你就要對客人呼呼喝喝，咁你不如唔好開門做生意啦。你既然選擇開門做生意，就要對得住自己個招牌，對得住消費者俾出嚟嘅真金白銀。而家好多香港茶樓嘅心態就係，我租金貴，所以你食急凍嘢係理所當然嘅。我人工貴，請唔到人，所以你冇服務，要同人搭台，要俾雙倍茶錢都係你嘅責任。呢種將自己嘅經營成本同壓力完全轉嫁落消費者身上，仲要表現得理直氣壯嘅態度，真係無恥得令人髮指。香港人其實要求好簡單，我哋唔係唔願意喺香港消費，我哋亦都明白香港嘅物價水平。只要你嘢食做得好，服務正正常常，就算比深圳貴少少，好多香港人都樂意留喺本地幫襯，當係支持下本地經濟，支持下街坊小店。但係現實係，而家香港好多茶樓係將性價比拉低到一個令人無法接受嘅底線。你收緊全亞洲最頂級嘅價錢，但係提供緊全世界最垃圾嘅服務同最敷衍嘅食物，你叫香港人點樣去支持你？大家嘅錢都係辛辛苦苦賺返嚟嘅，邊個想自己放假諗住開開心心去飲個茶，結果要好似去咗集中營咁樣，俾人限時1個鐘，要同陌生人擠埋一齊，仲要俾人收雙倍茶錢，最後食一肚火。長此下去，香港引以為傲嘅飲茶文化、點心文化，將會喺呢班短視商家嘅手上一點一滴咁被摧毀。以前外國遊客嚟到香港，第一件事就係話要去體驗香港嘅飲茶，覺得呢個係香港嘅文化名片。但係如果以後外國遊客嚟到，見到嘅係一間間空蕩蕩，但又強行要人搭台，茶錢貴1倍，食物又係微波爐叮出嚟嘅茶樓，你估人哋仲會唔會覺得呢個係一種值得該傲嘅文化？人哋只會覺得呢個城市已經失去咗活力，失去咗靈魂。老茶客嘅痛心，其實係代表住老一輩香港人對呢個城市人情味消逝嘅一種哀悼。當我哋連舒舒服服飲杯茶、食個燒賣嘅空間都冇埋嘅時候，呢個城市到底仲有咩生活質素可言？那些坐在辦公室只懂得看財務報表的茶樓集團高層，那些只想着怎樣從食客身上榨取最後一滴油水的無良老闆，你們真的應該好好上一趟深圳，去看看人家的茶樓是怎麼做生意的，去看看什麼叫做以人為本，什麼叫做真正的飲食文化。如果你們繼續抱着這種湯得一個得一個，不爽你就走的傲慢態度，那麼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香港的飲茶業將會迎來一場真正的無可挽回的執笠潮。香港人不是被深圳吸引走的，而是被你們這班親手打爛自己飯碗的無良商家，
硬生生地一步一步咁逼走嘅。